各位好，今日係2025年嘅3月3日，呢度係北角新光戲院啊。新光過咗今晚之後就會結束㗎啦。我仲記得2006年嘅時候，同我阿爸阿媽講，不如一齊嚟呢度睇戲。最後我阿媽都係拒絕咗，冇做到。時間係真係唔等人，我阿爸都離開咗呢個世界，都算一段長時間。咁今日新光係壓咗一日，將來就算呢度嗰個舞台冇拆到，繼續俾另一間新公司去做，佢都唔會再叫做新光戲院呢個保號嘅。就算喺呢度再會播粵劇，都唔係呢一種嘅感覺。